好嗱，假如依家咧有一組數據喺度啦，OK， 2、3、5、6、7、10、15、21咁樣啦，我哋點樣入咧？咁首先第一件事，你要清除晒入邊嘅數據先嘅，OK 係首先咁點撳咧？就 Shift 9之後就會出現咗呢個版面啊 ，Shift 9之後1。好啦，咁你 clear 咗你啲 statistics 先，佢就clear 咗你入邊啲 data 先。好啦，啲數據清咗啦，咁跟住出翻嚟。好，咁我哋咧點樣入啲數據咧？咁可能依家咧就逐個入啦。咁我哋咧就入咩咧 ？M 加，記得係撳 M 加。OK，呢個 DT 即係代表 M 加啫，其實佢唔同嘅計數機啫。好 M 加，好跟住之後咧就3M 加，咁咧5M 加，跟住6M 加，跟住7M 加，跟住10M 加。咁咧嗱，隔離呢個係咩意思咧？即係其實即係代表你入咗幾多個數據啊？其實好嘅15M 加，21M 加。OK 入晒啦，嗱理論上你應該8個數據嘅 ，OK 咁你就應該呢個咧 line 就你8啦 ，OK 即係有8個數據。好跟住之後啦，咁我哋咧點樣去揾翻我哋嘅要嘅數據啊？好似依家呢度咁樣啦，咁我哋 Shift 2啊呢一度啊寫咗啦，係啦 Shift 2，咁你就會見到兩個咧你最想要到嘅東西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 X bar 係乜嘢咧？即係平均數1。好，我哋撳一撳呢個 X bar 出嚟，撳 EXE 跟翻呢個意思啦。好，嗱咁即係咧平均數就會計到係8.625啦。好，跟住另外啦，咁我哋咧就 Shift 2，跟住之後咧第二個 call 呢一個啊，我哋叫做 Sigma 嘅物體。Sigma 即係咩嚟㗎？即係標準差。OK，咁咧就已經係撳咗機㗎啦。OK，咁啊嗱呢一個咧應該好多同學仔都需要去了解一下嘅，呢個相當之有用。好，就咁多先，拜拜。